被案件，伫昨新北市五股发现有一个死者呢，沉死伫山区，也就是有人等伫山区，头壳有敢若掉情的这个现象。警方找到将这个尸体等掉2名嫌犯，主嫌讲这个死者进前就欠伊钱无还，昨日又搁走来招，被记者领到押请自尽。也毋过呢，因为伊遗体被落入去这个塑胶箱内底，嫌犯搁故布疑阵，将车等伫路边啊。警方怀疑讲，这个主嫌应该早就计划啊。为什么第一时间不报警？枪是你的吗？从移送地检署坚持死者是家己自杀，不过真侪疑点，代志应该无这么简单。死者后脑壳啊，敢若有扣枪弹着伤，佮红弹伫咧胸部，警察就感觉这案情无单纯。自杀枪杀的角度不一样，不是他说了算，从后面开。就是趁对方根本来不及反应，通常都是吵起来，冷不防很可能是有纠纷。昨日黄时啊，死者出门去主嫌员到了后，就无消息。处理的人今日讲下晡报案，警察前经赶过来到主嫌员兜，对方讲死者债务无还了，佮走来借，叫拒绝再自杀。伊惊警察走来再找朋友等杀尸体，毋过死者来到因兜无偌久，就甲尸体等伫咧山顶。警方含主嫌佮死者进前是加有这位当事，一通电话讲要等动物的尸体，伊感到真正信道，而且等杀尸体了后，佮甲车等伫咧路边，敢若是想要闪警察调查。因为案发到等杀尸体时间真短，主嫌所有真大块的塑胶箱碗，虽然伊讲迄是讨海的工具，毋过因为死者嘛敢若有提钱投资，死者在生前2个月是做卖厝的中人，当事人讲伊无欠钱，哥哥阁是什么市府付发言钱，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会得过，咁咪是两边投资纠纷，这个台死，警察即马会调查前是为倒位来去，嘛会继续厘清案情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